再去看世界，网络平台 X 也是日本的 Twitter， 即马阁有新的出头。因为新的头家马斯克为着讲，伊要减少假口罩，所以暗算要向每一个用户，逐个月拢要收一条钱，也毋过这是引起侪用户的不满。即将推特改名做 X， 佮宣布要将 X 加做超级应用程式。马斯克佮有新的想法，伊十九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的时阵表示，为减少机器人消耗可能会向 X 平台所有使用者一个月收寡费用。We're moving to having a small monthly payment for use of the X system is it's the only way I can think of to combat vast armies of bots. 马斯克表示，伊接手经营了后 ，X 平台用户成长到5.5亿，不过机器人消耗问题依然无法度解决。正假消耗伫 X 平权，散布种族仇恨言论，地处广告相比者，平台7月就损失一半的广告收入。目前已影响蓝广告消耗收费，不过马斯克认为，若改做所有用户每个月拢要交一寡钱，会增加假消费注册成本甲难度，服务啊公司自然地体。马斯克常常讲出一寡想法，事后无执行，不过受贿消息传出了后，已经引起 X 平台用户反弹。部分使用者表示，若要收钱，就离开这平台，甚至有人批评收钱会互 X 平台来落车。目前马斯克也无提出收贿措施的进一步资讯。公司新闻邱焕玲编辑。